清华大学学生吴成文14岁时，因为罕见疾病，目睭的视力只剩0.01，伊敢若当看到微微的光。面对这个打击，伊一直消沉。后来是因为音乐挖出自信，嘛找到人生的方向。咱马做伙来看伊的故事。写字的时阵需要挖遮紧，才会使家己看清楚。吴成文14岁的时阵，因为遗传病症，视力强要降到0。不过伊并无因为安尼，就互命运拍败。等到是调整学习甲生活的方式，靠音乐创作找到人生方向。态度非常大方、从容不迫，对着台下学弟妹讲话的一个大学生，让我深深的相信，说每一个孩子的未来真的有非常无限的可能。也希望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，就是到全国的各个学校或是各个机构去分享我的生命故事给大家。这样。去年5月开始，伊去到车站，连车牌啊、甲座位拢看袂到，犹原是一个人坐高铁，搁在换公车，去真侪学校巡回演讲。虽然行动毋是介方便，不过知影有人受到鼓励，一路坚心要继续世界去分享。因为他说他原本要放弃他的钢琴梦想，但是听完我演讲之后，他说他想要重拾他对钢琴的这个梦想，这样，所以很谢谢我，所以让我觉得说，我是在做一件对的事情，我希望可以继续把这份正能量去散播给更多人，这样。吴成文钢琴弹了目真高明，虽然因感情的世界总是望无看袂清，不过伊讲已经找到新的人生方向，希望通用音乐帮助更较侪人。记者张君和新潮报道。